難得放假呢，我雄心壯志由鯉魚門開始行，經過呢個海旁，環境非常優美，仲有人釣魚添。冇諗咁多嘅我一路向前行，不過其實好曬同好熱啊。跟住呢，就會去到一個細嘅沙灘，雖然呢沙灘細細，但係呢環境真係好清靜㗎。其實呢碎石有大有細，但係行上去呢都算係穩陣嘅。最後我都係沿住石頭一路行咗入去石礦場啊。入到去喺最尾嘅位置呢，就會見到有一間石屋。我知道呢呢度影日落相呢會係好靚嘅。但係咧，我就真係覺得好熱啦，冇等到日落啊！由油塘地鐵站行到三家村，再進入海鮮街，經過寮屋區同細沙灘，進入石礦場。回程時我中暑啦，好彩有間士多買咗支寶礦力。士多老闆見我曬到面都紅晒啊，仲好好咁叫我入去坐低休息下啊！